后来乡亲也有甲食这个毛蟹季节咯，有袂少的店家拢推出着毛蟹仁、毛蟹膏的大餐，也毋过有袂少推销毛蟹广告，拢碰风无实在。另外民间嘛有流传讲，这个毛蟹袂当甲鱼啊、甲特定的食物做伙来食，讲会来中毒。其实这拢毋对哦。今仔日个拍假特工队。 秋天的毛蟹上有肉上好食，也毋过民间有一种讲法已经流传真侪年啊。讲毛蟹千万毋通甲鱼啊做伙食，也若无肠仔的乌气，严重食会中毒。事实敢真正是安尼？采访小组找到农民力来现看卖，发现这个传言是来自这张食物的上刻图，因为医生讲这是几年来被夸大误传的秘书。 肠子发黑那是错的啦。我们的柿子里面有一些单宁酸，会影响螃蟹蛋白吸收，所以说如果同时大量吃的话，就担心会有消化不良。不过顶多就是消化不良。毛蟹较冷，若是配合其他凉性食物做伙食，上计是落下尔袂中毒。只要莫食伤济，拢会使安心啊食。另外，袂少餐厅业者会伫秋天时推出毛蟹仁食甲饱的大餐。有满满的蟹膏。 原来讲毛蟹专卖店头家现在一只买的，正是民众当作讲是毛蟹仁、毛蟹膏，有一大部分其实只是毛蟹干甲药草，其中暗藏食品安全的危机。黄色这个部分就是它的肝胰腺，那比较橘色这个就是它的算是它的那个蟹黄，就是说它的卵巢了啦。 其实美国纽约卫生局嘛捌发声明，禁止当地的人食毛蟹甲虾的肝甲任何黄青色部位，因为内面残留的化学污染有可能危害生命。健康吃螃蟹的话，我们就吃螃蟹的肉为主，一些内脏部位尽量少吃啦。我们医学学理上来说，容易残留一些环境荷尔蒙，像代奥辛索利联苯。 有关民众家己去市场买毛蟹，时常会认为讲，而这个毛蟹材若是愈长，就代表愈青。业者嘛讲，其实这个毛蟹若是活的，八只脚拢无长，用目睭看，判断伊新鲜的程度，其实一看就知。